粵語傳承，我係張弛。喺粵港澳有一個現象，就係只要你係女性，無論你係7歲定係70歲，你行喺條街度都會聽到人哋叫你一聲靚女。嗱，靚呢個字好多人都中意用啊。喺普通話裏邊咧，有人用佢嚟起名，譬如話張靚穎。但係大家知唔知咧？靚呢個字喺幾十年前喺字典裏邊，佢只有一個讀音係讀靜，同安靜嘅靜同音。正係因為呢幾十年嚟粵語文化影響力好大，先至令到字典加多咗一個從粵語衍生出嚟嘅讀音靚。嗱，有一段故事㗎，聽我講啦。嗱，話說咧，呢個字佢喺古代喺2000年前、1000幾年前，其實只係有一個讀音，就係讀靜。靜係表示美好、漂亮嘅意思。嗱，我哋查咗康熙字典啊，裏邊咧係話各個時代嘅韻書，包括古書咧，佢都係讀靜嘅。我哋查到最古老出現呢個字嘅就係2100年前西漢時期司馬相如寫過一個叫做《上林賦》，裏邊第一次出現靜呢個字。咁呢個字幾時係為人所常用呢？就係1500年前《後漢書》裏邊用佢嚟形容4大美人之一嘅王昭君，係咁寫嘅。嗱，昭君豐容正色，光明漢宮，即係話王昭君行出嚟呢，樣靚身材正啊，妝容豔麗，衣着得體，好似粒夜明珠咁照亮咗成個漢朝嘅宮廷。講咗咁多，佢嘅讀音都係讀靜喎，咁點解喺粵語中佢會多咗一個讀音讀靚呢？嗱，呢個就係我哋講嘅喺方言裏邊有啲字呢，佢係只有發音，但係冇對應嘅字形㗎。好似靚就係佢喺古代只有講靚呢個發音，佢係冇對應嘅字。但係古代人係好有智慧㗎嘛，於是呢，佢哋就用咗一個語言學裏邊嘅方法，叫做訓讀。嗱，靚嘅意思係表示漂亮美好啊嘛，佢哋就揾咗一個同樣係表示漂亮美好嘅含義嘅字，就係靜，將靜呢個字嘅字形加咗落靚嘅讀音下邊，使到靚呢個字又有讀音又有一個字形啦。咁從嗰時開始呢，靚喺粵語就有2個讀音啦，一個係靚，一個係靜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就知道點解喺粵語中佢多咗個發音叫靚啦。咁點解喺普通話又會多咗一個對應嘅靚呢？咁就要從文化同經濟嘅影響力講起。嗱，話說改革開放之後，全國各地好多人嚟到廣東呢度闖蕩啊。咁廣東係大部分地方講粵語噶嘛，佢聽到好多人講靚仔靚女，於是呢，佢哋學到呢個新詞之後，又翻去自己嘅家鄉，又會同人講呢個字嘅發音。同時，香港嘅影視作品同埋粵語歌又喺內地大肆咁傳播推廣，裏邊又有好多靚仔靚女靚呢個字。咁慢慢呢，靚呢個字佢喺內地傳播得越嚟越廣泛，所以字典嘅編寫人啊，又加咗呢個注音上去，所以喺呢幾十年啊，靜先至多咗第2個讀音叫做靚啊。呢個就係粵語文化嘅影響力同埋傳播力。最後想問下你係邊度人啊？喺你嘅家鄉呢，講靚仔靚女係點講㗎？評論區寫出嚟啊，我會睇。